Yichong Huang, H-U-A-N-G is my last name. And I joined this group for exhibition. It's more than 8 years now. This is my newest work this year. I like the abstract and especially the semi-abstract. And this is the imagination, my memory from Europe in the 19th. And that's my newest work. And the next one is use the ukulele in Hawaii, and I'm making the different color and the texture to try the loveliness of the ukulele. And another one is the soul pan, which near by San Mateo Bridge, which one day my son took me to live on his small airplane, and then the bird views, so China is so beautiful, and the memory, remember and create the painting. That's my latest work. And I do paint the Chinese brush painting and regular watercolor. I like to paint the surrealists, and I like to change my subject too. I do. Thank you. Good. Mindy，我女儿她很喜欢小狗，她一天到晚都一直跟我吵着说要养一只小狗，所以我就跟她讲说，不用了，我画一张图的由来，然后我取景花了礼拜，然后帮她拍了这个相片，然后把它画起来。那她很喜欢，她同学也很喜欢。嘿，好。那我说你看看这个东西是什么，你会觉得我不知道是什么。有 play。盘子配了一条无去写，配到一条。想说后边背景跟他是，天空的那个。对，所以你看我讲的就是 sun civilization， 太阳，文化的太阳。你再看看为什么是配拉，我就是这文化的起源啊。像我们吃个东西一样，像这个东西要有东西赚，对不对？以前古早人当人类开始这样吃东西，吃东西的时候手张开想我用手给它来背，对不对？用手来，这是盘子起源。那这个东西想这东西就是开始就是一个文化就开始产生了，对不对？文化开始产生了，文化产生了之后就来就精益求精，精益求精就是这就是里面的很多的底沙出来啊，像我们现在这还有我这个东西呢，这个破掉这其实本来是没有破的，但是我在做过程打破了。我 honest to you， 但破的时候糟糕，那我以后这个打破。更原始一点，更加古老啊，对不对？就觉得这感觉很好这破到这，要是破到这边，我这张图画完蛋了。再破到这边，不伤大雅，而且好看，增加一点情绪在里面。那本来整个是圆的，那圆的时候呢，太呆板了，我不要。就像我跟你讲的一样，不要把一个轮廓画得很明显太完美了。cut掉我骨这一块，那又这样缺一角，不行。用大圆小圆来把它衬托出来。很多东西有造型需要的，像我这个东西，我想这个造型需要加这个东西，让它更加完美一点，所以我加这个，所以我做完之后就烧出来了，这泥巴烧出来之后我就把它放在这烧。你这盘子是你自己去做的？
加这懂韵律，这东西抽象的。有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们把韵律，整张图要有韵律，而且要有动态。等一下，啊，像迄个是做你弄，不是，要快讲完了，人家才拍你。哦，他是在拍完。那所以我放完这个再加上这个，这里还有关。我这种几乎都不懂。那这就是陶土，就是瓷土。哇，你迄个演名叫啥名？台湾人，美国台湾人，那这长哦，我没改哦。即嘛无啦，一定加济。你看咱老喙喏，是了那呢，后摆摕较济啦，你就知影这啦。我电话有啥歹接，你咧讲啥？电话有啥歹接，你跟你讲。今年是我第9次参加画展，我画的是水彩画。以前我都是画花鸟风景，今年比较特别，我画人物画，这些人物画都是我的生活写照，就是描绘家庭生活，让我来一张一张的介绍。我今年有8幅画，这幅3只金鱼，我是想把它表现得有动感。这张是打麻将，谢振宽到他同学家里，跟同学还有4个人一起打麻将，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在美国